聖經約書亞記22章31節，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對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瑪拿西人說：今日我們知道耶和華在我們中間，因為你們沒有向他犯了罪。現在你們救以色列人脫離耶和華的手。當日以色列人以為流便人、迦得人、瑪拿西人做咗一個祭壇，佢要敬拜外邦人嘅神，其實唔係，佢哋做個壇係要我嚟到去紀念耶和華嘅作為。當佢哋知道佢哋冇咁樣做，冇背叛耶和華，唔去侍奉耶和華，冇背叛耶和華嘅時候，呢個嘅祭司呢個非尼哈就對他們說：你哋冇犯罪。而且係救以色列人脫離耶和華嘅手。求主幫助我哋真係清楚明白到，我哋要相信呢位獨一無二嘅真神，就係我哋嘅耶穌基督，相信佢得永生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